两岸关系真紧张嘛，真敏感哦。咱国长官嘛，真做是中国统战真重要的对象，有真侪行为嘛拢引起争议。伫2019年，立法院修正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部分条文，规定讲政务副首长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退休了后，袂当去参加中国相关的政治活动，然后妨碍国家尊严的行为，嘛有处罚。今仔解判新闻，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。 是主播讲到这退休的将领去中国参加活动的状况，这10几年来是不是咧发生？而且佫真歹定义讲，到底敢有违反两岸的条例？而且这官阶也是较悬的司令，也是上上等等的军官过，地方真烦恼讲危害着国家安全，嘛真烦恼讲咱的国家意识就会渐渐去互中国洗脑去。 亲像在2011年的时阵，退役的上将夏英洲，伊就是用前国防大学的校长的身份去中国演讲，甚至去讲出讲唔免分国军、强军，大家拢是中国军队的言论，或者国内大多数的人拢无法度接受。也若是在2016年的时阵，前陆军的副司令吴思怀。 前空军的司令沈国清，也有前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周仲南，计共是有30几个人，因是去中国参加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大会，而且甚至是个规划坐伫咧台卡听习近平演讲，引起国内强烈的批评。 加上这中国这几年是不是用参加黄埔军校的校庆，也是讲请这寡退休的军官过去佚佗旅游的方式，把这寡退休的军官拢招过因迄边。所以讲，即阵咱台湾伫咧2016年的时阵，就决定是要修正两岸的条例。亲像因就规定讲，若是捌做过国防、外交、大陆事务、国安机关副省长以上，也是在少将以上的人，是袂使去 大陆地区参加这党务，也佮有军事等等的庆典活动。这项修法嘛，方用2016年退将访中的事件来号名，号做吴思怀条例。这修法到当时已经5年外，出现咱头拄则看到新闻，退就庄有杰，因为去香港参加这统促活动，全去互判讲停领75派退休俸5年，而且爱以领过奖章，还佮有勋章隆重来注销，正做头一个。 不过，就亲像咱头拄则讲到的，除了这明明去参加统促活动的，用交流也佮有旅游的方式去中国的案例是佮较侪，说是真歹认定敢有违法，所以讲有缘不是咧发生争议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判新闻，咱甲镜头交登去主播。